新台病院小儿肝胆胃肠科的医师罗小玉表示，幽门杆菌是一种革兰氏的阴性螺旋状的细菌，嘛被称作幽门螺旋杆菌，会用在伫卫生的环境中来存活，严重感染可能会造成消化性的溃疡、出血，甚至是破空的危险。一般的症状包括排黑便、呕血、甲热贫血等。不过，伫青少年因为症状较多样，因此伫诊断上要特别来注意。一般来说，感染者大概有10%到20%有可能会发展成消化性溃疡。如果不治疗，可能会有1到2%到2%的人可能会发展成胃癌。因此它的一个防治是相当的重要。我们在诊断方式上大概是有非侵入性的以及侵入性的检查方式。侵入性的检查包括我们一般熟知的胃镜检查。胃镜检查可以直接做一个病理取样、幽门杆菌的细菌培养以及它的一些药物敏感性测试。而非侵入性的检查包括那个碳13呼气测试、粪便的抗原检查以及血清的抗体检测。一般常见的症状包括慢性腹痛、腹胀、食欲不振、恶心、呕吐，严重产生溃疡，甚至会有出血、黑便、呕血、贫血、头晕等症状。如果有出现这些比较严重的症状，如果不治疗，可能会发生肠胃穿孔的一个危险。幽门杆菌的感染在诊断上有侵入性和非侵入性，虽然各有优点，不过在确定幽门杆菌的感染，就一定要来用药。整个疗程大约需要7天到14天，必须照时完成疗程，才能确保疗效。治疗以后，要搁定期来追踪，才能确保完全根除幽门杆菌。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。